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前一部嘅有动严重嘅一只涉案嘅问题，涉案风暴。其實也涉案問題對我相信當到唔單止企業家來講，還個對富卡人來講都係當重要嘅一件事情。假使你今日係一隻做阿妹嘅人，你看到人嘅聲音咧。其實咧東西，我唔知講其實咧東西生落係健康冇，生落嘢東西會有農藥冇，生落嘢東西食落肚對身體會有安全嘅危害冇。故所其實你今日節目底度就有請到一個我知道，佢係一個當神奇嘅一隻阿妹。用嚟講，因為佢自稱佢自家係農婦，不過佢用嘢兩隻詩，農婦兩隻詩，也地步有黏黏咧，對生意咧，繼續來分享佢。歡迎淑賢姐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陸淑賢，我係苗栗妹嘅新竹嘅新球，今日當歡喜來到一啦同大家見面。好，同我同樣哦，苗栗人哦。故說淑賢姐你自家邊度生意咧？自家種嘅當道嘅農作物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自家種嘅農作物，算一年按你加減起來，差唔多有幾多？有按到乜嘅東西？很愛講加有幾多樣東西，真係算唔出來。上到乜嘅就種乜嘅，雖然上升乜嘅，我幾代天種嘅出來嘅東西，我就拿來種。而家講搶出去聽嘅嘛，一年四季都用嘅到咩嗬？水果嘅東西啊我從土嘅粒嘅梅嘅一條我就有種，個土嘅粒嘅梅嘅風做嘅我都梅㗎我梅嘅出啦然後都梅喺嗰邊，我加過嚟㗎，我爸講唔青苔啦唔做青苔，弟弟妹妹行按死啦，唔可以講家種。嘛嘅冇啦，跟住人哋告訴帶過去嘅，總係石頭扮嘢嘅，一種係啊告苗也帶過去，一後安尼總係石頭扮嘢，生意嘅一睇用到錢嘅，有東西好賣，種拿嚟賣食，有啲半阿爸講戳戳嘅，料嘅戳戳嘅，而家我生意都做農，賣嘢安尼講得起嘅哦，我都一天看就種動竹筍、桂竹筍、綠竹筍、麻竹筍，種竹筍要做竹筍乾，然後過來就種嘛想吃呀，種一下就有乾嘅溜丁嘛，就種得起啊，所以一年四季東西冇停，主要自家愛食啦。哇！真係睇你客家傳統嘅慢慢嘅當腔，也沒腔，我慢慢沒腔樣呢，佢就係因為對生意嘅愛，就係那個愛字，生意嘅上愛什麼嘅，佢就種乜嘅，韓國種出來生意嘅色都當歡喜，媽媽就是有一種成就感。係對咯，可能生意笑咪咪，大家肉啊皮嘟嘟嘅，滿足自由嘅樣。媽媽就當歡喜。跟住係種一年四季種按到東西啊，呀哈差唔多係寒天嘅時間。寒天嘅時間，也不卡也一波嘅有按到乜嘅農作物。也就碰緊嘅，也出榴蓮出嚟，吉利出嚟呀，也全部都開始睇出嚟啊。寒天還有羅佩蕾，羅佩蕾係啊，看慢啲喂，因為我羅佩蕾我都幾好，幾嘛二期稻作，做一片無骨頭以後將來買個綠皮子、菜子，買幾樣嘅買。二期稻作就錯。係對，一骨無骨頭嚟咩？一都骨頭嚟咩？嗰上面有種無誒？有哦，冇誒，生啲麵有奶來。麵咩係起價不卡誒？嗰上人不卡係唔是出去攞杯買任何誒係我啦，上次誒，雖然咩我說較前開嘅魚誒，人都有碳水魚添嘅呀，人都有鼻糖啊你啊。起價咩有鼻糖？有碳水魚，一定要有鼻糖啦。係啦。蔥、睇頭連入就要啦，係我食到嘅係咪哦？較開啲嗰啲東西，最用買嘅啦。加槍香菜也得，香菜果子也得有。就看冇嘛要買啦，另個人做唔出來，人做上次還要買到另個食啦，人做唔出來再買啦。嗰時候都你講嘢條嘅成法係全部自給自足誒。差唔多，其實我現在常常自給自足跟義務，所以我現在個離山嘅種另個嘅果農，唔該還養嘅花，同埋碰緊紅灣另個唔該行嘅花。哇，好，天使給條件告訴有離山的小農。黃陽同維麗淑賢姐做個義務，對。韓國即係牙齒甲中文牙齒甲不卡認識咧，而咩係齒甲中文不卡認識咧。故說睇家中嘅東西全部都當安全，互相按嚟分享來搞吧。係，我說按嚟親好。真勁咧！真勁，韓國講到呀，也不卡因為係中本齒甲食咧。故說底部嘅東西全部就冇用農藥。韓國人就耕種嘅方法係哪一種？
我用自然农法来种，同可以说，嘛个用自然农法啊糖毛，我就点嘛有机的东西，啊有机真好安尼啊，哦，懂难哦，系啊，跟无空样的东西，有机真好，像有机的东西的话，唔做用有机皮啊，有机制裁安尼啊吼，我就全无，我就连皮料都冇用诶，哇，我皮料吼，东西爱皮入皮样的来，好来。土地本来嘛该，我就完盆土地，啊，今比种的菜我不可能全部塞来甜的，啊，有的菜压得较黄的吼，较葱的苗的，啊，塞较绵较苗的吧，我就剥出去，吼，加鸡的塞、羊的塞、牛的塞，塞油菜，我全部要变在土地底摆，比按个专业个做皮，对。嗰時候冇 T P 講去買嘛個皮啊，冇，我冇都買皮。沒冇，給假設講如果有廚餘呢，我用廚餘的方式。會。廚餘會。對，我就會做酵素堆肥，用糖米去做安尼。對。哇，嗰時候呀，係唔係有一隻 T P 嘅名？因為我聽講人嘅田啊，係草誒同農作物全部上窮哈。嘿，對呀。睇唔出來啲那片。爛石嘅人做爛石法，我就好用田草嚟窮下。種東西草生栽培，養都草生栽培法。對，其實有人講爛石就爛石啦，臭味唔棒嗬。其實好不要發電嘅，其實嗬我講臭味有加好處。臭味嗬像有一擺我講當日加下，蟲嘅生唔起來，唔過話蟲嘅生唔起來，做嘛樣嘅？啊臭味啊沒半年過，哦啊蟲嘅啊做比雜啲嘅啊做太陽唔會殺。不會直接照射，唔會按捏，是不是一種道理？就是我頭擺有糖鹽講三星蔥啊，感覺蔥白會這麼多，因為中等層。那按你係唔係因為臭味上凍過，佢做的黏貼，它可以那個下面會有很多陰影的地方。對，它涼啊，唔好按捏。好，你看，像係到寒天噶哈，啊讀到嗬，當寒噶哈，跟捏出來嗬，寒天濕火過身吧，就當我用到煮些嘢係啊，結果呢一寒噶哈，啲些捏出來全無嘅對嘛，唔過我臭嘅邊，捏出來按高嘅天嘅，我臭嘅按高嘅，風水嘅天乜嘅嘢大下來噶，我後尾捏出來好好。哇，就好好，露天講會嚇人嘅。臭味是一個天然的一個防護傘的感覺，對。哇，嘅按呢臭味全部老農作物按呢黏貼，算係一種保護。一冇黏嘅嗬，黏到幾號冇怕生啦。都唔得貼到，還是要稍微。因為做啊，啲東西嗬，太咩要有陽光，係啊，要有少暖，要有水嘅嚟咪，對啊，唔貴在邊黏貼咪做唔得啦。韓國係想到一張哦，因為按你啊，人家假設說你的果實好了，全部就不要臭的按你看得，假個敵人他的天敵就唔會發現佢誒，會不會這樣？像火龍果做安尼，火龍果冇像人家加起來，我凊彩佢生，蘇當我也生，叫做生嘅嗬，安尼跳來到天啊下，然後臭到地板，然後人家火龍果愛包啊，愛防護措施，火龍果唔是個屌嘅程度來食，因為全部就會臭誒，全部就強的，火龍果那一片冇看到，跟你去搞一張嘅時間，會不會採收也找不到火龍果在哪裡？結果嘅拿得啊，像個摘嘅飯瓜咁樣啊，一擺啊，擺到啊，跟有它，跟有摘，咁我就會摘，最近種，哎呀，有點技巧啦，對，當神奇，因為我知道啊，去菜園地度啊，請農作物去採收花，是一個很大的眼力大考驗。唔關事，我說啊，很神奇啊，就像阿媽講嘅，媽媽我大擺都臭地擺請個寶可夢，一配你到樹基嘅地擺，我都臭到地擺請。請果實就會改個寶可夢，對。係啊，嗰時候你不卡種嘅按到東西，用按你草生栽培嘅方式，唔講草生栽培嘅方式啦，我啲嘅想講，因為一下可能天時啊，你唔係從頭擺按時候呢，溫度又不一樣，蟲嘅就會較多。對，因為按你假使喺度到也偏蟲害嘅問題，我用緊啥？其實哈。像我講嘅咩動到偏重風問題，我真係是按你轉做自然農法噶嚇咩？咩讀到啊？我講嘅數樣誒，咩開始試啊？我都講出當時，你看要試頭2條誒，基本上啊，要試頭3條唔像樣，印出片唔像樣誒。我講唔放心，我停誒，就會停誒，就像生意誒，停誒要我結業嘅就會停誒，唔好上按到。好，自然農法有個原則，適地之種，順勢而為，順應自然。叫我停嘅做人體人講鹽分，作物停嘅咩係要鹽分咧？對，叫以後我講，10個醫生研下來，你講啊，咩叫講生嘅貓，係啊，
累累啊，你啊，正伊当好啊。古上我上高用，比如讲当到人讲蒜头水啊、辣椒水啊，講100-200做到，都後尾嘅蟲嘅嗬，唔會驚呀蒜頭水辣椒水。啊，蟲嘅硬香哦。其實驚你唔會驚嘅，所以我後尾做到後尾，我咪相對就分樣樣嘅，像我摘菜啲嘛。啊，中下一陣開始冇蟲嘅，到後尾原來睇啲蟲嘅地講我來食啊，學啊發現我來食咧，我就摘。啊，反正哎呀，叫我老闆嘅皮屑食得來咩？我就開始摘，我老闆我就摘條半幾食。第八日就留來食，留來賣，安尼啊，我到我就來賣，安尼啊。哇！從我來食，我就來摘，安尼啊。佢老公就講唔怕叫我食，跟住種下到底，看見我食呀，我會種。哇，有糖的夢，可是那淑賢姐啊，雖然佢起講佢係農夫，但是我覺得呀，第八有懂得為哲理，作為同大家來分享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有同大家來分享淑賢姐的哲理哦。好，歡迎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一群阿權妹，今日也有請到淑賢姐啊，來同大家分享，佢用愛心種出來按到嘅農作物咯，啊呀係寒田嘛，寒田大家就會什麼嘅，青蒿色就會甘美啊，寒田的時節甘美太出，故說淑賢姐沒有帶亞烏卡嘅甘美來本愛食，亞烏卡嘅甘美有乜嘅特色？好。其實我話講嘅嗬，我買醬醬碰碰太太醬，唔千冇冇錢買，你冇人嗌高鹽醬，因為我冇卡東西真係動濟，看得出來啊。是假講動濟，係，唔過嗬，我講實話，我話講嘅柳丁也就從萬濟來講嘅話嗬，我買柳丁嘅人講我柳丁好，我柳丁強，柳丁好食。哦，我東西真係有本身水果。應該要有嘅味道。真嘅，因為我有看網絡上啊，有人講到果農可能愛本家個果子嘅甜度含較高，你可能會表現一種東西叫做制酸劑。對。對啊，不過亞烏卡嘅甘美，它是有酸味的。係本身嘅水果嘅酸，唔係講當酸，不過水果淡淡嘅酸，淡淡嘅甜，有香味到底噃。甜味咩當種呢？又酸又甜嘅感覺。對，又當有水哈，唔愛你糟糟。真係，按你講係果子清鹽蛋、清淡醇的味是。對。你係條白，記得亞烏卡嘅媽媽是種過一條芭蕾樹，亞烏卡就搶嘅一條芭蕾樹，有一隻寒田。搶2粒芭蕾，一隻寒田長大2粒芭蕾一條樹誒哦，故事我在想到講，那個全部的日月精華都給2粒芭蕾底度，嗰隻芭蕾係顏銀神色個青褐色嘅芭蕾，對下前無同樣嘅味道嘅哈。真嘅，因為有嗰種芭蕾香，韓國沒有酸味，我第一擺吃到有怎麼芭蕾的那個酸味會那麼的明顯，不過嗰個甜度沒當過，我就知道用心種出來嘅東西，原來按好食。真嘅，唔對一土地真嘅，我對土地友善呐。係，叫我本日當好食嘅東西。韓國除咗呀甘美好食以外啊，亞柳丁剛剛講買柳丁嘅人講柳丁好食，係一切都要食咯，食到夾米絲，又香又柳丁嘅甜味。還一些柳丁的酸，真嘅，不過要酸味哦，因為好要那樣的芸香科作物哦，它後面會後熟作用。後熟，後熟，它經過5天7天，它有轉糖的過程，個皮會印來印泡，印來印泡，個甜度會印來印高。哦，個油味沒香用，係做成油味香用，要吃水嘛，要冰一包誒。對，個皮皺皺的，像白體用誒，其實個青好食。哦，都好食，甜度當高，不過其實甘美柳丁沒香用，做得冰，周圍的。加個水分會含較多，甜度會含較多。對，含較甜。哇，真嘅係當好生呢。好，按自誰好。韓國就是對你外表真的是其貌不太一樣。就是要能有個看感覺哈，買東西哈，要等媽媽買東西沒空用，沒不要說哈，一心追求外貌協會，一定外表講，真嘅。對你先追求講，你對呀土地有好推太低嘛。真嘅，大家都不要變成外貌協會，挑女朋友跟挑水果都一樣。好的，我們要重視內在美，要重視內涵。對。韓國除咗有呀，甘美柳丁以外啊，其實也頭前有2盤，像係吉咧，也係
这金枣，人家讲长吉嘞，一种会甜吉嘞哦，圆像乒乓样的安尼甜吉嘞，米头无穷样哦，吃啦吧。啦，俺寒晒时节啦，因为俺们迄带到苗栗嘛，苗栗不卡露笋就懂你拿零沙，其实迄零沙呀，好零沙。因为俺晒时节就会去头白头长你的那个吉嘞，经过就长了一两两来色，黑啦差不多。好搞有赏时没有，就是观赏的那些盆栽景观。不管你好色呀不好色，你就会想会长为色一。这年就数千。嘿，所以你就会数千，跟来色看呐。是啦。这是金枣嘛？嘿 ，No boy， 甜地 boy 酸。No boy happy， 这你还懂甜？甜地 boy 酸酸。跟鸟不卡我去搞这种的就按你生。冇啦，一般就来用我们会用蜜金枣或做果酱。哇，要做果酱是不是可以顾还有莲？嘿，顾还有莲对不对？对。那泡茶色啦，安尼啊，生意又好食安尼。真然呢，要种吉嘞啊，真然我哋攞杯买还冇按过买到。伊还因为因少年中啊。感觉係種下張威。對啦，正有強下來啦。對不對？因為啲台北冇看到人哋買人呢。少哈。嘿，都少。韓國等我一扎要按到。甜吉嘞。甜吉嘞，要就鹽呢。鹽呢哈，像乒乓樣嘅安尼哈，佢又太又細啦，我看又太又細。你剛才看那個飲料店的那個金桔檸檬的那個飲料啊，那叫金桔。那叫金桔。哈，中西種，伊它有好雜有兩種。飲料店有做金桔，你看講鹽，唔過哈冇按太雜，然後另外一種酸吉嘞。像珍珠菊樣嘅扁扁嘅酸吉嘞。扁扁呢，酸吉嘞。係做吉醬嘅。哦，一做嚟白開來，就底部就像蛇乾嘅。對，個當酸，那個叫酸吉嘞。有酸吉嘞。這個好甜哦，很好吃哈，所以整個連雞皮精油都是落去。真的，現在覺得嘴巴很香。哇！我說你要問下，因為去搞種東西，像我什麼街就種乜街。係啊，像我山峰做西啊，我像我遐做學堂好玩，我一副茶都唔是帶去，因為碰顏質嘅一粒，榴蓮質嘅兩粒。係啊，我結學嘅。就結學咧。對啊。講到要結學啦，藝術風沒有一隻做得結學嘅東西。呀，看起來切一片一片的，呀，係乜嘅茶？呀，係山富瓜。山富瓜，慶富的富瓜，竟然還帶來本顏色。我本吃啊，富的富樂乾熱。富乾。哇！這個是不是做得推火供佛氣？一般人家嚟講啦，老人家做人講佛氣太家吼，上次燉雞咪好食呢，燉雞。哇，要燉雞聽說好食。燉雞燉排骨湯，安尼泡咪好食，槍泡水安尼啊，係啊。槍泡水，唔過伊阿咩係唔似家種嘅，似家做嘅。對啊。似家做應用嘅做，因為亞富瓜應該愛烘乾啊，也係用嘅。冇啦，人家做農民嘅做清簡單嘅，有限我就可以切片切啦，吼太陽太啱我就曬比早嘅我就可以裱起來豎起來。哇，就按你曬日頭就做得。我就曬人讓你日頭嘅吼，清好一面就曬到底部嘅。哎呀，底部嘅鹽全部唔是拿鐵。啊冇拿鐵呢，像我都煮嘛富瓜湯嘛，我全部很細連鹽就識得。鹽有鹽嘅營養啊！鹽咩做得食咯？因為好像人講哈，馬該到老天爺賞給我們任何的作物，不嫌棄外表，不嫌棄它的長得裡外之分，全部都識得就有個營養。全部都識得就從人媽媽咩係，人媽媽就係咁講嘅飯瓜，飯瓜嘅鹽。對，飯瓜鹽沒食，我好深呢，我家就用烤箱撈佢配配呀。真嘅就像挪威食嘅南瓜子，韓國嘅皮咩唔是撈佢薄體，唔是泡的，對，我看咩樣食東西，我貴州食，像啲芹菜當當然我摘嘢嚟對冇，搞唔下冇摘嘢。我咩係我貴州食，我貴頭會食。我撈芹菜要被拿來煎了，我媽媽就按樣講啊。對，貴頭會食。冇薄體咧，按你當下服嗬，係應該係按你啦。真嘅，韓國呀做紅呀，看起來咩係富瓜，韓國幾隻按你看起來糊糊呀，係乜嘅東西？嚇，佢乜嘅嚇，嚟佢怪事睇梅嘅，怪事梅嘅，按個睇富瓜，我就用下去煸，用下煮啊，都來吃啦。算是一種涼拌嗎？哦，我有煮過呢。好食嗎？我所當好食，我今日就帶過來本食。好緊張哦！剛剛喝了苦瓜乾茶，現在又要吃梅子苦瓜。吃啦，看看米線啊，好看看一個。就是
有副瓜鲜，嘿，唔过色还都有冇？有紫苏梅要完全不会腐哎，嘿，一滴的腐味就冇。全冇哈。嗯，唔过还有副瓜鲜咯。有一些些的苦瓜的香。嗯，哇，因为我老豆我看名哎，想说紫苏梅苦瓜应该是一种苦瓜是生的，对。然后凉拌有点像腌的那种感觉，抓腌的感觉。但其实完全唔系按你家系煮糕的呢。我煮过，唔过还分得凉凉。我平常我食看我就煮一台锅，一摆我食加入夹掉出来。好好吃哦，也没懂好吃。不过也出出来，以前冇啲都不会看过呢。那可能那车木切甲冲出来。气嘎冲出来，为什么？可以同太阳公中嘛？该不会有压出料理出来吗？也都蛮美丽的误会吧。美丽的误会，对啊，因为吼七八年来当到苦瓜太脆。啊，大半吼，真嘅生唔睇一買唔理講真正嘅，洗苦瓜乾洗，然後我上次轉移，我想我媽媽當我食苦瓜雞湯安尼，我就帶苦瓜轉移。叫我帶一樣好種東西，人做安尼，滷糊，擘個就太麻包轉。拿轉移間，我媽講唔難太包個，做嘛我一三年食又食唔起，我講唔聽爸食啦，本身一禮拜唔好哦，叫人爸。安尼程度唔爽快啦，以後就年年都食個紫蘇梅子安尼啊，食磨嘢水安尼啊。叫我講，叫我讓我要帶到安度，我帶轉來，我帶到沒有你來講，我帶轉新竹嘅咩？我講唔怕啦，叫安尼發，叫安不頭嗬。我媽同我喺度嘈緊講，要我食苦瓜湯，要炒苦瓜唔會啦，要食冇嘛咯。都呢個，係呢個，我講冇安尼啦，佢把下晝連嗰個磨嘢水嗬，叫冇食嘅，因為我做動態。講我嘅梅嘅咩？我倒轉去咩做唔得，唔要梅色，唔要鹹水。我講，佢可以拌落去，叫下炒，看我樣嘅食得就食。就涼嘅做你可以炒，叫下就嘅不如放飯。我媽講，冇生嘅，我媽講真勁好生嘅，就會按你出來嘅。娘不卡起架做誒，因為又唔會打餸，又唔會打餸，唔會講紫蘇梅又生唔睇，苦瓜咩生唔睇，將手來嘅結合做強。對，安尼啦，就唔拄好啊，唔拄好。嘿，我爸講，安尼做的食嚟腸胃有數，肚鬆茫茫嘅喲，安尼。真嘅，係完全就係當今嘅農民嘅哲學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嚟同大家分享。好，歡迎進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同大家紹介係蘇仙節，佢自家嘅農場係本不卡人嘅農場。唔過啊，大家咪做得有機會來分享蘇仙節佢嘅農作物咯。其實啊，蘇仙節唔單唱愛老亞種友善土地的觀念，搞本自家嘅生意咧，咩想可以同大家來分享。所以我哋有拍一張發通叫做對土地都做嘅當行，從土地到餐桌，對不對？對。也係一張用嘅發通啊。一般嘅話，我希望有發通來參加話有太人有聲音嘅。然後佢來家爸爸媽媽帶啲聲音來，我到我個人先摘果子，因為我個人用草生栽培，佢個人嘅錯嘅啦。我個錯嘅地方，我都搞聲音哈，有的東西係識嚟得咧哈。像比如說人家講招福草，烏嫩草、招福草、烏嫩草，夏公夾草啊，安尼東西。夏公夾唔就係聲音咧，咪做嚟拿完咩生意，那個拿鬼針草丟隔壁同學的那個嘛。對。跟住做啲其實嚟的，其實好，跟我當年哈，我攏我覺得哈，夏公夾草本給食，那種消炎的功效。真的。哦，給食夏公夾草，然後還有一隻竹馬呢。竹馬呢？對，然後先講有啲東西識嚟的，搞價值哈，我搞價講來摘果子噶哈，像有啲聲音哈，看到要碰緊一棒。做個藤那種棒啊好了，或者我搞價講，唔按你棒，按你叫佢燙哈，當隻果子就搭條樹嘅聲音嘅，讓媽媽先會燙，就像今日樹上，讓媽媽會很熟，我印象很講唔叫，所以我摘以前啊，你把它捧在手心上，然後讓你捧在手心上，哈，再可以剪下來，你摘嘅記，你做幫佢表態，你做對佢負責咯，就像今日學嘅話咩話咁樣，我可以負責咯，保護佢哦，愛佢可以帶轉移，好，可以講一樣愛惜物品。
皮就出来啦，哈，好，摘好的东西哈，我们切落来带走，好，摘好的，摘好的果子摘好的，啊，球转到牙不卡，啊，给好三康五转三合院安尼哈，台州台湾的呀，哦吼，啊，就快死的呀，哈，鸡啊准皮好的呀，啊，就用啊来煮，用啊煮，生意就脱出来洗出来，哇，叫生意就脱出来洗出来哈，爸爸妈妈较干做可能剁鸡的咩哈，哎呀就爱炒的，哎呀就快死。工作就分配下去，对，好，讲下以后，然后就加作的、加灯的、板灯的呀，哇，那之后就开始生了呀，都安尼呀。哇，古说我知道淑贤姐拍呀这种发通啊，唔但像係本大家一種體驗，沒有懂得教育的意義。你希望聲音呢對呀在發通地都學到嘛解？那希望聲音聽嘅吼，唔會看到個吼，也吐體本呀東西唔係按容易，就像爸爸媽媽同也腳太冇按容易，然後唔識嘅東西，唔見必係出力。去甲去摘去熟成，也經過上些生意行嘅學牙三康路咩跌到呢？然後你看，你係叫過哦，流汗過哦，你今日這樣也一傳翻哦，你吃到也傳翻，你吃到哈，心裡有什麼感覺？我就一直跟他們分享說，你今日係食飽嘅，一當滿足。真嘅。你食飽嘅要滿足，我講冇同樣嘅意思，我搞清楚，我會很貪言細語，全部去想，你今日係食飽嘅係。啊，希望今日來到日唔係食飽嘅聽嘅，你切對食嚟飽，到台灣冇人會咬到。真嘅，你係滿足嘛？唔滿足唔見俾你食嘅東西，唔見俾天然都會發通去擘解。真嘅，我食到飽都簡單，因為他人又唔是懂得衝愛啦，可能上班族就按你啲辦公室抽凳，生活中的身體多。真的有必要去吃到飽嗎？醫生吃到飽的時候，真的會吃到老氣感，肚子腸都抖動手快，很飽足，但是不太滿足，因為很痛苦啊。對，然後要用時間限制這樣子。對，除了要吃得飽的滿足飽足程度以外，其實你心靈嘅滿足嘅長途沒動充嘢。對，你給唔給吃到一些東西？我們的心裡是不是知道說，這個東西它是很安全的？這個東西是不是讓我信任的？對。嗰種滿足同飽足是不一樣的層級。對，希望大家可以帶點滿足進入。對。對，所以我特別加做我講，我每人講食飽嘛，我每人講要滿足，見俾人發通喎。係真嘅，係我看到淑賢姐也頭前咧拍菜啊，其真嘅係上到眼苗啲咧，不扛嘅媽媽種嘅菜啊，就係按你有沒有？爸爸，媽媽排泄哈，不是啦，因為氣卡不卡種嘅咩？氣卡不卡種嘅，聽說唔會撒農藥啊，唔過種嘅真嘅動香，你就算是牙不卡係甜嘅苗嘅，甜苗嘅行係會有蟲嘅味。都底部，沒有辦法，蟲誒太強誒，太厲害了。古時候啊，按你爸爸嘅菜，爸爸嘅葉誒，你行係愛食好留嘅料定，然後就像土地嘅聲音嚟供養，你老家嘅聲音嚟帶轉唔看，你就會負責。對，我係負責，冇浪費特嘅。係，唐老淑賢姐講，牙齒甲不卡嘅菜冇按好食。係嘛個意思？因為哈，咬不卡菜哈，偏遠菜可能咬3下就吞下去，咬不卡菜怕咬7下。那我來算一下，哎呀，它有一批呀唄，淑賢姐要來考我，可能咬幾多下都得吞落去。喲，它有纖維啊，唔是切下啦，唔是切下係冇，唔是啦，有個很嫩嘅地方啦。其實咬不卡沒共用，咩冇相關啦。你一講嘅蔬菜，然後佢切下油地位，係啊，切下油地位，按你就切會下去嘅啊。我話實際讀到嘅兒行我講，當好生芽菜，我話生意咬唔落，吞唔下。咁樣嘅，你做到講嘅本身人哋是很嫩嘅蔬菜。啊，最好我哋可以講啊，冇之前講啊，切下細啲地位啦。係，切下油地位，切下細啲。加到水稍微一個注解一下，以下先佢冇咬東西啊。係啊，有咩咁樣冇乜嘅好食講。唔過也係嘅，知道雖然以下講嘢嘅東西可能比較講呀，相比較粗。係。唔過其實係相對同埋。對，做嘛該喏？因為其實我睇我東西哈，就我們講第一個人跟人之間信任原則。佢看到我就用嚟做，我根本唔係講哈，我都會買冇多個種嘅人。你看得到我都耐，我種都耐，所以可以信任我。然後聽其實我食嘅東西，說正經嘅米湯有菜嘅米湯，唔係講大樣菜食出來全部在嫩嫩炒出來就咁樣米絲，然後我出來拍出來湯匙拍，跟米湯按炒出來絕對冇咁樣。嗰時候也就係一種信任感，對，佢信任人嘅種嘅方式，佢信任人嘅農作物，佢係相信你嘅，嗰時候佢就會一切同埋。對。
我说其实有种信任啊，就像小孩信任妈妈一样。人家声音呢要强用，很信任你，而且其实淑贤姐的声音呢，要同强用行强用的路。嘿，所以同大家分享，我知道迄都无简单的事情，因为声音呢，青苔的某嘢迄几多岁？你青苔某一把24岁，24岁，24岁，佢呀哈，啲个做嘛嘅？就听个唱钢铁啊。哇！韩国人青苔某有冇离开你超过24点钟？啊，大概声音就重要。大概声音，哇塞！有冇按看见到通俗我们系第五卡夫圈呢？这全部嘿，这都不卡夫圈诶。按住穷北灯诶，哇塞，你要不看你没太多诶吧？所以我都发现，我上次讲个要生意抢个来呀，生来呀，人家都发育咩，靠生肉。我还看到一条牛诶，主要是牛肉啊，冇可能吃牛的啊，所以只有买牛肉。我当晚去个牛肉摊买牛肉啊哈，一买个老板我买3斤，叫我2-3个月我买3斤。好，叫一禮拜買有冇7斤牛肉？然後一到3人食飯，我講吃3人食飯。哇！叫吃3人食飯，然後看人 VQ 太好啊，然後我看差唔多7日，我用到10斤米來食飯。哇！7日10斤米。因為愛耕田，愛食下多啲嘅飯，因為人生人哋咩田窮樣，當一啲嘅耕田。對。你生人哋會有抱怨嗎？其實我對生人我咩冇講。跟生人講，我聽係佢做安尼說，然後生人講，唔見咩愛讀書嘅人注意讀書，唔見咩時候說媽媽做安尼說，唔時候唔愛嘢法，我病愛行就病愛行安尼啊，係啊，我說我種東西挺缺生人缺樣啲嘛，哎呀，我覺得我當個生命的藝術家。生命的藝術家，我不當園丁，為什麼？有人會覺得說，我期望我的孩子成為什麼形狀，就跟我期望我的作物長得什麼樣子一樣。那我覺得說，作物跟孩子是一樣，你不可能是規格化去一個量化它。所以我說，他你想做什麼，我就樂觀其成；你要成什麼樣子，我樂見其成。然後我不會去雕塑你。就是這樣，所以我的作物，你看高矮胖瘦什麼都有，好棒哦！我要給淑賢姐掌聲鼓勵。謝謝。因為按你高有豐盛，唔管係對植物啦，也係對聲音呢。對聲音沒按呢。也知道也係懂好哎，但是我覺得這中間一定會有一個心態上的轉折，因為也知道農作物聽超愛種基就會上，而一開始聽超會上會輸神，但是你用自然農法，它畢竟就是唔會想到按後。對。中間有沒有心態的轉換？其實我喺當標準嘅客家人咧，應該我所話家婆可能係講句話，佢講嗬，你唔好搶牛啊，嗬，一來田，來到偏遠嘅田行就唔ดี。我做一不肯咧，我做係安尼人，就跳來一田嘅人，因為我想我做嘛先，我就去做，就像我當初我嚟做自然農法嚟講下，我係為我本身人生，到後尾慢慢嘅。到位，因種因上樹的地方用來做家下，啊做因種因好嘅啊，啊多嘅東西拿來送人，揀出去本配顏色。叫我喺度配顏色，啊好買啦，啊好買啦，喺度價格好愛買。啊中間一天會青黃不接，然後安尼腳生人我快手愛錢樣嘅啊，啊做位打到人工啊，講下拍到位，其實而家冇乜快手，做生人快學嘅就我用到錢聽嘅啦。啊其他時間做安尼食飯唔係冇問題啦，講要釣冇啦。上色有啦，拍西管冇安尼啦。哇！我知道淑賢姐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啊，唔單將同你分享家嘅農作物，青蔥也會是他的人生哲理。他有做對同淑賢姐導後一系列阿 Q 們今日好多。故說謝謝淑賢姐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。沒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時間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田運動欣賞來做運動哦。